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7月5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以恩赐服事，让众人都得益处。我们要读哥林多前书的12章1到11节。首先我们要来看今天的金句，为了使大家都得到好处，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彰显的也各不相同。12章的第7节。这段的经文摘要主要是在论及属灵的恩赐，属灵恩赐的评定，那它的来源是从哪里来？当耶稣要升天之前，曾应许要赐圣灵给门徒，他们拥有圣灵的充满，就必得着能力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要为主来做复活的见证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若没有信圣灵的感动，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，因为他成为我们的保惠师，劝勉安慰我们的圣灵上帝。今天我们要认识圣灵如何在信徒的心中和生活中来工作。在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救主的那一刻，圣灵便接管我们的生命，并要引导我们明白主的教训真理，成为蒙福的子民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公认有一些人比较跟灵界接近，有灵异的特质，有时候这些人会有奇特的表现，甚至整个人扑倒，说话好像癫狂等等。这类奇怪的表现成为这些人内在之神灵的标记。自从圣灵降临以后，也有不少基督徒表现类似的属灵恩赐的经验，比如说方言。那在周遭的环境的信仰经历影响下，也成为初期基督徒所认为他们是属灵人的标记。但保罗在此来提出的观念与当时候一般人的观念是不同的。他认为圣灵的恩赐是以不同的形态来充满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而且说方言或是所谓的灵语不是最重要的属灵标记，甚至也不必然与属灵程度有关。圣灵启示我们，没有任何基督徒可以透过理智相信或明白信耶稣的信仰意义，这完全是圣灵的感动。我们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奥秘，在当时候的人看为愚拙，只有圣灵的感动才能够明白上帝用愚拙的道理来成就他救赎的计划。保罗接着列出圣灵给我们一系列的恩赐，这些恩赐功用可能有一些差异，但来源是相同的，是来自三一上帝。透过他的赏赐，众人能够拥有这些的恩赐。圣灵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彰显不同的工作，透过赏赐这些恩赐的目的，就是要叫人得益处。那么属灵恩赐是每一个人，特别是信主的人所拥有的，并非少数人所特有的。这些恩赐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发掘，都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每一位基督徒。不过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向主来祈求，并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，就是爱。记得我们祈求恩赐，当我们领受了众多的恩赐的时候，要知道那个目的就是要为主做见证，使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而不是到处炫耀自己有多厉害，多么属灵。我们来思想，我的
恩赐是什么呢？我拥有什么样的恩赐？那如何运用这一些恩赐才能够叫人得益处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给我们，透过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认识你，并接受你成为生命的救主。在生活当中，圣灵上帝引导我们明白主耶稣一切的真理，并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，借着得着的能力，激励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为主复活，赐给世人永恒生命来做见证，使福音能够遍传全地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